做伙敬拜伊来讲，生活内底有时有透风，有时有落雨，有时出日头，有时也无有这款的时刻。总是伫上帝疼痛内底，圣经应允咱，耶和华伊的正手要定定牵咱。虽然咱经过死荫的山谷，也无惊灾害，因为伊的挂、伊的腿拢要安慰咱。所以咱伫主面前，为着所领受的恩典来感谢，也为着新的一日，上帝所赏赐甲咱的未来，上帝要陪伴，伊要用恩典做咱一生的免流。所以咱伫主面前，为着所得到的恩典，咱同齐来献上感恩的祈祷。同齐开声来祈祷，请。哈利路亚，圣哉圣哉，至圣的主上帝，你的怜悯，你的疼痛伫阮的心上。阮感谢你所赐我的一切，主，阮伫你的面前，为着你所赐我阮的恩典来感谢。阮当伫即时，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祈祷来宣告：你是主，你赐福的一切拢总是好。主啊，互我会通对着安逸的环境。进入到伫主你家己的欢喜内底，主啊，照你的话所讲，因为这世界所有一切拢会过去，但阮将着喜乐、平安、恩典、疼痛分享伫人的身上，互阮行伫真理的光明中，互阮甲主你相同行。你的确要陪伴阮一生，未来的年日，主你也要看顾。主啊，我仰望你的疼痛。圣灵啊，恳求帮助我，互我通对着软弱野性当中，对主你来领受活命的能力精神。伫主的内面，我靠主；伫主你的内面，伫圣洁当中来生活。主啊，我恳求你赐福恩赐伫阮当中，继续赐福你的百姓，靠据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接续咱同齐为着咱的一生会当献予主路用来感谢，也奉主耶稣基督名来宣告，来仰望圣灵引带今仔日所有的礼拜。无论是咱的诗歌、听道、正道、奉献、感恩、领受祝福，每一个听事的过程，拢带着主的恩膏伫其中。咱也为着今仔日下晡，教会有半日游，有50位的兄弟要出门，咱求上帝亲自赐恩保护看顾一切的平安。咱也感谢主，因为伫伊的恩典内底，咱领受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的生活。咱总是也伫主面前讲，主是用我卑微的性命，成就你一生的路用，定定纪念主的疼痛，分享主的关怀伫咱身边的人，互这个教会成做一个见证上帝疼痛同在的教会。咱同齐开声来祈祷，请主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的疼痛赐恩伫阮当中。你是至圣的主，你引带，原来伫你的内面有阳光。原来伫你的内面有真理，有医治，有平安，有疼痛。用你的话成做阮的保护，用你的能力伫阮的身上成就一切美好。主啊，是独到你伫阮当中，你引带互阮甲你相同行。主啊，人的言语极其有限，也无法度述说上帝你家己的救恩。总是阮伫这所在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恳求，主你赐恩伫阮今仔日，对阮的报告，阮开始关心兄弟姊妹，对阮的教会当中，伫这当中所有这的礼拜的过程，通过诗歌的吟唱来学乐来敬拜，通过祈祷会通搁甲主三连结。主啊，你伫阮当中是大能的主上帝，你引带赐恩伫你家己的百姓，为着你百姓有利益，为着你百姓伫真理内底属灵的益处，
主愿你亲自赐恩保守，互正义女愿三甲做伙领受圣神的教示。主为着阮家己会当诚侪你会当路用的器具，圣灵啊，来恳求用你的火烧净我，烧净阮内心所有一切垃圾污秽，叫阮伫主你的内面活出主你家己爱阮活的款式甲样式。你是主永远的主，你是主公义判断的上帝。要继续赐恩伫你的百姓，互今仔日的礼拜伫圣灵的引带当中，愿真实甲主连结，并且对主的话语得到更新甲祝福。愿感谢主，将上赞而乐荣光归乎主，平安赐福伫你正义路当中。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来，请江伟兄来报告。啊，这平安，平安，感谢上帝听堂。今仔日又个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子。消息报告：第一，欢迎圣安信教会兄弟，今仔日会转来到母会一同敬拜上帝。阿门。愿上帝赐福教会开拓的事奉，有神奇巧妙的带领，甲丰富的恩典。第二，今仔4月12日下午，教会秋季半日游，请各车自行相约，集合时间出发。下午2点伫基山糖厂会合，暗时6点伫用餐伫关爱园土鸡仔城，敬请留意。第三，4月19日拜日下午1点，伫教会3楼召开4月份的执事会议以及修宪会议，请各位执事以及修宪小组注意时间出席。第四，台北信乐学会定伫5月3日拜日下午借用本会1楼场地作为指挥研习的会所使用。另外，定伫5月17日拜日下午2点到4点半，伫看西街教会举行合唱研习会，敬邀兄弟踊跃参加，并伫招待桌报名。第五，7月15到17拜3、拜5，伫林拿来教会灵修园区举办南部教区儿童夏令营，相关的资讯请参阅公布栏。欢迎兄弟敬邀入捌的儿童参加，并向名存传道报名缴费，报名到5月31日截止。第六，去年度奉献证明已经放伫个人的奉献柜当中。如果还有需要奉献证明的兄弟，请到公布栏登记交选。以上报告，敢有补充报告？哦，这是国语档的，好，谢谢。系国语档的，好，谢谢。哎，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系，谢谢。OK， 好，没关系，放掉，就。后来，咱三个做伙来敬拜，来学乐，主谢谢。感谢上帝听堂，伫伊的恩典祝福内底，咱会当三个做伙来敬拜伊。人生的过程内底，风风雨雨，总是咱仰望主。咱伫伊内面，就一当得到伊的引带，伊咱所怀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。咱三个起立来吟唱诗歌，主，我只仰望你。你是我主，我的恩望，正做我坚固照伴甲快乐。我要向你切切恳求，
来做我一生的救主。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王，你是我关带甲盾牌。我的心渴慕，要予你欢喜。我诚心用你归乐敬拜，你是我主，我的愿望，才做我坚固照伴甲快乐。我要向你切切恳求，来做我一生的救主。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王，你是我关带甲盾牌。我的心渴慕，要予你欢喜。我诚心用你归乐敬拜，你是我主，我的愿望，才做我坚固伴伴甲快乐。我要向你切切恳求，来做我一生的救主。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王，你是我关带甲盾牌。我的心渴慕，要予你欢喜。我诚心用你归乐敬拜。主耶稣基督来，要成做咱的救主。伊毋是干那伫咱死后接咱进入上帝的国，乃是伫现此时，咱就活伫上帝的国度内底。所以，伊要做咱一生的救主。你的家庭、你的婚姻、你的儿女、你的事业、你的经济、你徛起的所在、你工作的场所，每一项大大小小，主拢要成做你的救主。伊对你有上美好的安排。是我讲，主啊是，毋是顺摊我的意思，是主我较无，我一生互你会当欢喜，所以我愿你跪落敬拜。亲爱的兄弟，这是将着你心中一切关系摊拄者所讲，对着个人到家庭到所有你的工作一切，有拄着什么款困难，伊安尼刺插伫你的心内底。奉主耶稣基督名来祈祷，宣告这个代志，拢要伫主的内底得到上水的安排甲拯救。开声来祈祷，请。亲爱的主，阮的上帝，阮伫这所在来祈祷，祝你亲自来帮助阮，伊伫照顾阮每一位兄弟姊妹。奉主耶稣基督名来祈祷，来为着文官者祈祷。祝你亲自看顾、甲同在，保守伊、引带伊，伫主你的厅内底，互阮进入你家己丰盛的恩典。你是主，是上帝，你要伫阮当中成就一切美好。主啊，我伫这所在恳求你，继续赐阮引带阮，互阮伫主你的厅内底，甲你相同行。主啊，阮伫这所在仰望你的厅堂。你伫阮当中，将着你家己的平安赏赐予阮，你的厅堂来保守伫阮当中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宣告，主啊是，你就是阮的救主，你是阮一生的依靠。主啊，阮相信，阮宣告，阮仰望，照主你家己所讲的，互阮的一生伫主你的安排内底得到上好的拯救。
主啊，互阮会当进入你的真理内底自由福正，伫你的内面得到属天绝对的平安。感谢主，听阮的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圣名。你是我主，我的梦，也做我的高照半角开路。我要向你切切恳求，来做我一生的救主。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王，你是我关带甲盾牌。我的心脚无，要互你欢喜。我诚心向你跪落，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王，你是我关带甲盾牌。我的心脚无，要互你欢喜。我诚心向你跪落，我的心较无，我的心较无，要互你欢喜。我诚心向你跪落敬拜。请坐。感谢上帝，真做咱的救主，将咱一生的年日奉献予主路用，迄是咱活命的意义，也是咱受创造的目的。独独为主来活，是咱一生上水的祝福。我心内感谢，主耶稣怜悯的听他，伊听我赦免我所有上帝伊，哦上帝我奉献。所有，我生命甲灵魂，我的心甲嘴唇，我在灵里相思，你用我到一生，你学了主无听，来互主做采用，主上帝请听我小小的恳求。我立志献家己，我虽然无够野，用我卑微生命来做你的器具，就接受我奉献。我心内感谢，主耶稣怜悯的。伊听我赦免我所有上帝伊，哦上帝我奉献一切我所有，我生命甲灵魂，我的心甲嘴唇。我在灵里相思，你用我到一生，要学了主无听，来互主做采用。主上帝，请听我小小的恳求，我立志献家己，我虽然无够野，用我卑微生命。来做你的器具，就接受我奉献。亲像诗歌所写，
主啊，我的生命甲灵魂，我的心甲我的嘴唇，我要奉献给你。用我的心，用我的灵来讲恶乐的话，用我的嘴唇来扶持软弱的人。主啊，一切才能是你所想事，恳求圣灵来提醒，互阮明白上帝你所想事，互阮的恩赐，通互阮亲像领到迄个5000两的，领到迄2000两的，套现来使用恩赐。所以，亲爱兄弟，咱即时来祈祷，求圣灵显明你的恩赐。求圣灵引带你的心、你的灵、你的魂，用你的心、用你的灵、用你的魂、用你的嘴唇来服侍上帝，来帮咱照顾身边的人。咱同齐开声来祈祷，请。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主，阮的上帝，阮的活命是你所拯救。你甲我对着落谷仔糜当中救出来。为着要互我会当甲上帝你的今日、你的正日女三甲同齐做伙坐席，主，我要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慈爱、你的怜悯、你的疼痛、你的选调是永远无后悔的。你要赐恩伫你的百姓当中，主啊，愿所有伫你的面前仰望你的疼痛，愿你亲自照着你家己所应允的恩典。互阮伫主你的内面，甲你同行，伫主你家己的欢喜内底，对你来行伫迄个美好的道路，就是上帝你为阮所应允、永远的阳光、活命的道路，无去伤害人，乃是去帮咱祝福人的恩典甲疼痛。愿主你亲自来路用阮。赐恩伫阮的心上，互我一生诚侪你的器具来学乐、来服侍、来互主你所采用，来互主你所欢喜，来互主你所怜悯，来互主你所荣光。恳求伫主的面前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。我心内感谢，主耶稣恁的疼痛，我赦免我所有小的因，哦，上帝，我奉献。我生命甲灵魂，我的心甲嘴唇，我在用你想事，你用我做一生，要学了主无听，来互主做采用。主上帝，请听我小小的恳求，我立志献家己。我虽然无够赢，用我比你生命来做你的器具，就接受我奉献。我心内感谢，主耶稣里面的疼痛。听我赦免我所有小的因，哦，上帝，我奉献一切我所有，我生命甲灵魂，我的心甲嘴唇，我在灵里想事。你用我到一生，要学了主无听，来互主做采用。主上帝，请听我小小的恳求，我立志献家己，我
虽然无够赢，用我秘密生命来做你的器具，就接受我奉献。哦，上帝，哦，上帝，我奉献一切我所有，我生命甲灵魂，我的心甲嘴唇，我在灵里相思，你用我到一生，要学了主无听，来互主做采用，主上帝请听我小小的困求，我虽然家己，我虽然无够赢，用我秘密生命来做你的器具，就接受我奉献。哦，上帝，我奉献一切我所有，我生命甲灵魂，我的心甲嘴唇，我在灵里相思，你用我到一生，要学了主无听，来互主做采用，主上帝请听我小小的困求，我立志献家己，我虽然无够赢，用我秘密生命来做你的器具，就接受我奉献。主恳求你接纳阮所有一切的奉献，恳求开启阮的心、阮的灵，互阮知影，阮应该安怎样啊奉献。互阮毋是为着家己，乃是为着上帝你的国度，为着福音，为着宣教，为着祝福众人，互阮欢喜。甘心乐意来奉献，感谢主，听阮的恳求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咱个三甲来吟唱，主名字虽无比，咱三甲起立来吟唱。人若有阮悲伤乐苦，就来亲近主耶稣。心着得着平安欢喜，喜着快乐上唱诗。主名字虽无比，人将所用忘失。这耶稣的名字，就是天国的欢喜。人若有阮悲伤乐苦，就来亲近主耶稣，心就得着平安欢喜，喜着快乐上唱诗。主名字虽无比，世上所用忘失。这耶稣的名字，就是天国的欢，请兄弟来，求主名字是我恩望，心灵坚固无摇动，虽无受着攻击陷害，主的保护无看这声来，主名字虽无比。世上所用忘失，这耶稣的名字，就是天国的欢，请姊妹来，我可救主是生存命，我心平安无惊领，伊的心像
来，主命你，主命你，水无比，水无比，世上所用梦是，这样所的命里，就是天国的欢喜。愿普天的上帝百姓，因切各个主命里，奉献冠冕的主卡的，阿乐尊名到万世，主命里水无比，这就所用梦是，这耶稣的命里。就是天国的欢喜，愿普天的上帝百姓，因这个主名里，奉献冠冕的主卡的，阿乐尊名到万世，主名里水无比，这就所用梦是。耶稣的名里，就是天国的欢喜。主名里水无比，这就所用梦是。这耶稣的名里，就是天国的欢喜。主耶稣，你的名字是世界所仰望的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赏赐这个至圣的尊名给阮。父上帝，感谢你伫天顶欢喜悦纳阮的奉献。圣灵，感谢你来引带阮今仔日诗歌的敬拜。仰望你的听堂继续运行伫阮当中。因主你的同在，阮就要对你领受活命真实的平安、能力甲权柄，同心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圣名，阿门。咱用使徒圣经同齐来告别咱的信仰，请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所赐。伫本朝比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，后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屏，伊要对兄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同的教会，圣徒的三通，罪得赦免。肉体各活，永远的活命，阿免。请坐。咱这是要用交读启应文来敬拜。启应文第15篇。上帝啊，我的心切切羡慕你。我的心喙焦羡慕上帝。我每日用我的目屎准饭食。我早前甲众人做阵去，带因到上帝厝，用欢喜而乐的声，大家守节。我的心啊，你啥事郁卒？你着仰望上帝，因为伊的面向我来拯救我，所以我要求要学乐伊，总是摇花日时，要施出伊的慈爱。
因为你是互我有气力的上帝，啥事放杀我？求你发出你的光，甲你的知识，互伊引带我。我就要到上帝的祭坛。上帝啊，我的上帝啊，我要弹琴来学了你。阿免，感谢主，上帝亲自赐福。我的心啊，你啥事有足？你着应着上帝，因为我要久要学了伊，伊是我面的阳光，也是我的上帝。阿免，感谢主，因为伊有讲袂尽的恩赐，伊的确要用伊真理的光照咱。咱请献开周报第4面。咱同齐来上读今仔日主要的这段经文。同齐齐声来上读，请。提阿菲罗啊，我已经做了前书，论到耶稣起头一切所行所教示的，直到伊借着圣灵吩咐所竞选的使徒。以后受接上升的日子为止，伊受害以后，用真济证据，将家己活活来显予使徒看。40天之久，因显现，讲说上帝国的事。耶稣甲因自这个时，吩咐因讲，毋通离开耶路撒冷，爱等候父所应允的。就是恁听见我讲过的，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无过几日，恁要受圣灵的洗。因自执的时候，问耶稣讲：“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，就伫这个时阵吗？”耶稣对因讲：“要凭着家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期，毋是恁通知影的。但圣灵降临伫恁的身上，恁就要得到能力，并且要伫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甲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讲了这话，因这看的时阵，伊就受处上升，有一缕魂才甲伊接去，就无看到伊了。当伊往上去。因定睛望天的时阵，忽然有2个人身穿白衫，徛伫边仔讲：“加利利人啊，恁为虾米徛地看天呢？这离开恁受接上天的耶稣，恁见怎样往天顶去？伊也阁要怎样来？”阿免。咱阁再一摆来祈祷。阮即时同心恳求真理的圣灵，就是对圣父、圣子所出的圣灵，用加倍的恩典开启阮的心灵，互阮伫主理内面领受活命真理的光。因为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。路上的光，你的话，阮若遵守，人就会因为安尼来活的。只有遵守你的话，才是真正的活。所以，阮恳求圣灵的引带，恳求圣灵的光照，恳求圣灵的养赐。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
使徒行传内底讲到圣灵的工作，伊伫这当中，伊是搁再一届回想耶稣基督所做一切代志。使徒行传第1章伫这个所在，这个人写批来互一个人，或者提亚菲罗，伊是外邦人的一个官。了后写这个批，写这本册就是《使徒行传》的作者，就是咱读过进前《路加福音》内底的路加。伊搁再一届整理，将着耶稣基督所发生的代志，对头到落尾详细甲伊考察了后，甲即个提亚菲罗大人来甲伊报告，来甲伊鼓励，来甲伊讲。你的确毋是干那相信耶稣基督降世成做世间人的救主，另外一项就是爱领受圣灵，互圣灵伫你心中感动引带，互圣灵伫你的心上有能力、有温哥、有权柄。你拥有这个名声地位、做官的权柄，拢通奉献予上帝路用，会通安尼来对上帝领受上帝所赐予互你的一切恩赐、恩膏、权柄、地位，用这个一生来奉献予天父上帝所路用。这是路加写批予这位提亚菲罗大人的一个真重要的目的，也是对着咱基督徒来讲，毋通停留伫咱现处时的光景，咱必须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就亲像洗礼、反悔这个代志。了后，咱爱对着这个所在继续向前进入基督道理的丰富，毋是开头，乃是基督的丰富。领受圣灵，得到圣灵的恩膏，甲圣灵三甲同工，因为圣灵伫咱的心上，咱会当互上帝所路用。路加伫这当中用着因来提醒，所以伊的提醒内底对着这位提亚菲罗大人讲：你着爱安尼行，安尼做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有诶时阵会看到这个世界的溃烂。咱亲像一只螳螂，这只螳螂伫迄个所在，车轮咧走，了螳螂走来，甲伫迄个所在讲：你甲我动咧。华语讲这叫做螳臂挡车，就是敢若用螳螂迄两只手，了后要甲车挡掉咧，这叫做自吹死路。所以咱爱了解这样代志，咱袂当用挡逼挡车。但是另外一款，咱嘛有可能安尼讲。即摆这个人讲，少年的时阵，我听到一句话讲：无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伊讲：哦，我即摆对着新妇挡到即摆，我做大家吼，即句话换我来讲。即句话我即摆年老会当甲少年的讲：无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总是呢。即摆的少年仔改成嘛毋是听咱安尼讲，即摆少年仔的 T 恤改做起来讲，无听老人言，开心好几年。哦，所以看较清楚的哦，不听老人言，开心好几年。其实这句话进前吼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伊后壁佫有一句话：若听老人言。一生未向前，就是讲，咱若是听老人甲咱建议了伤济，到落尾安怎？咱一世人拢怎踩伫啊？还毋好啦！迄什么？咱甲伊讲吼，妈，我下晡的时阵吼，要对教会去岐山吼，去爬迄个岐尾山，毋好啦！迄遐危险，迄爬900层，迄你爬袂起哩啦，你毋通去啦！我来讲，你听老人讲的话对毋对？对，啊危险无？
下，啊，你若无去咧，你一世人拢栽伫厝里内底，安尼听有无？所以吼，若听老人言，终生怎样未向前，就无法度进步嘛。逐项拢毋通，这也毋通，迄也毋通，这也毋通，迄也毋通，到尾也怎啊？上好的是啥？倒伫眠床顶困，安尼上好。哦，安尼个方面哦，我一日敢毋敢伫遐顾困？好，所以呢，咱爱斟酌伫上帝所赐予咱的年日内底，咱安怎样啊？这当中咱看见路加写批互提阿非罗大人，甲伊讲头前遐个代志所教示的，直到伊借着圣灵所吩咐所竞选的使徒，一直到伊受接上天的日子，伊受害40伊受害了后，用真济证据将家己活活显互使徒看，40天因显现讲说上帝国的代志。耶稣基督上天这项代志，伫当时非常的重要，因为耶稣基督上天这项代志，对着罗马、对着希腊来讲，因拢真熟悉。当因呢？国王希腊的国王，还是罗马皇帝，若是死去，因袂讲伊死去啊，因会讲伊上天啊。所以对着一位君王，伊上天这样代志，相当的重要。耶稣基督是安怎？路加特别甲这样代志写互伊非常的清楚。伊甲伊讲这样代志，耶稣基督上天，伊甲罗马皇帝，伊甲希腊皇帝是无共款。其他的这个皇帝死去啊，伊安怎？伊是大咧。了后咱讲伊转世上天，但是耶稣基督毋是哦。耶稣基督是对死佮活起来。了后，伊伫地面上40暝日，互众人看到。了后，伊活的身躯上天。伊毋是敢若灵魂上天，伊是安怎？肉体甲灵魂拢上天去了哦。所以哦，伊甲提阿非罗大人讲，这是信仰完全无共款的所在。咱所信的毋是一个意念，毋是一个理论，毋是一个讲说，是活一位赢过死亡的神。伊甲提阿非罗大人讲，今仔日嘛是对咱讲。伊讲伊受害了后，伊用真济证据将家己安怎活显互人看。这40暝日当中，伊伊显现，着这学生显现。对死佮活了后，耶稣基督到底拢做啥物代志？我咧准备这个讲经的时阵吼，了迄一天我想着讲，即使吼，我伫这个世间。若有一天死去，我对死搁活，我有足侪冤仇人，我知影吼，我即马对死搁活咧，活到永远拢袂死，我有足侪冤仇人，你讲我会安怎？好对，报仇对无？你知死啊吼？我即马活起来吼，我搁刣袂死呢，安尼听我意思无？所以你即马看迄哦，我有。追剧有无？追剧吼，拢足侪人拢互陷害死，你知无？互陷害死了的时阵哦，怎吼？上天佫互一个重生的机会，佫穿越倒转去，到遮来讲遐有诶无诶？了后的时阵就讲啥？伊第一项做诶代志拢啥？报仇。但是耶稣基督毋是报仇呢，伊无去算账，伊无去报仇，佫活40天，伊咧做上界重要诶代志。伊做了啥物款诶代志？咱了解经历的时阵，你看拿色的这个字，伊着玛利亚显现，伊着这个妇女显现，吩咐因讲：恁去甲我的兄弟讲，我已经搁活了。了，伊甲彼得显现，了，伊伫以马忤斯的路上，伫遐含两个学生讲论圣经，对圣经开始有言，耶稣基督降世。了后受苦，一直到伊对死搁活，坐上天，坐伫上帝大屏，所有这一切，伊甲伊讲解，一直到迄个时，因为因看袂出耶稣对死搁活新的荣耀甲形体。你刚才到落尾时阵的八饼的时阵，是安怎来认出耶稣？坐伫伊的对面吗？
谈拄来的时阵嘛是看到伊啊，但是谁无认出来？但是谁背饼的时阵认出来？有想过这个题目无？因为钉痕的手，手上的钉痕，耶稣基督是带着你的痛苦，赢过你的痛苦，甲你同齐搁活。所以你的痛苦有人知，你的痛苦耶稣已经安怎赢过，创伤的苦难变做得胜的记号。所以，亲爱兄弟，耶稣用钉痕的手，你会记哩？伊甲多马讲啥？多马来，毋通惊，毋通怀疑，伸出你的手来，探入我的肋骨，伸出你的手来，摸我的手。迄是啥？钉痕的伤，迄是啥？刑砍受擦的记号。耶稣毋是甲这个物件摕刷开去，耶稣将着这个物件留咧，迄是一个记号，迄是赢过死亡、赢过苦难。耶稣带着你的苦难，赢过你的苦难。耶稣甲你同款，知影你的苦难，但是伊要带你行过苦难。互你的人生通过迄个记号来见证上帝信息的因带甲同在。了，伊个显现坚固多马的信心。了，伊伫当中甲学生伫海边伫遐来甲因讲，恁着安怎样啊掠鱼？因伫遐咧掠鱼，无用规暝，啥物拢无得到。但是耶稣甲伊讲。了，因就讲顺谈你的话，了就掠了遐鱼，了伊个颁布大使命，又个着一时500几个人显现，了着主的兄弟显现，伊的小弟显现，雅各、犹大，了又个几落摆伫迄个所在，甲遮个门徒显现，最后当伊伫上天山，有人讲是橄榄山，伫迄个所在。颁布应允上天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这40日，毋是用来报仇。耶稣基督知影一样代志。圣经约翰福音13章1节，咱同齐做伙来读，请。搬过节以前，耶稣知影家己离世归爸的时候到了。伊既然听世间属家己的人，就听因到底。亲爱兄弟，这40天是离世归主进前，主互人上落尾的恩典。耶稣基督来到伫这个世界，请斟酌，伊来到这个世界上界重要的目的，毋是要钉十字架。伊来到这个世界，嘛毋是永远。住伫这个世界，伊第2摆来的时阵，才是要永远住伫伊所创造这个地球。上帝的掌幕伫人间，伊甲人做伙住，人甲伊做伙住。但是伊第1摆来是要成就救恩的，互见若相信伊的人，拢会通对伊领受恩典。伫春乐这40天，上帝定着伊来，你知影有这样代志？牧师出去宣教，了的时阵，机票已经买好啊。我就是想讲哦，要搁伫遐加佚佗2天啊。宣教了，我见拜买的时阵，就是上课了，我过工就一定转来。了的时阵，有人甲我讲哦，牧师，我无你加停留几天，我就讲做工做了，我就要转来。但是迄个机票买伫遐的时阵，你安怎？你就知影，你敢会当过去佚佗？袂当。机票伫遐，你就安怎？伫迄个时间转来。耶稣基督来到世间，对死搁活，迄40天是上界重要的日子。通过伊对死搁活的显现，通过伊对死搁活所行的神迹，通过伊对死搁活，伊来
安慰玛利亚的心，以来甲圣经咱所未明白的，甲咱讲互清楚，以来搁再一届恢复咱对伊的信心甲认捌，以来伊互咱进入伫真理，并应允咱圣灵的同在。伊对四个话以来，伊甲咱讲，恁着听候圣灵的膏抹充满因带，恁会得到能力甲权柄。伊对四个话甲学生讲，恁着往普天下去传福音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所有的顶12个进前所有的这日子是咧有备倒位？这40天，是咧有备这40天。耶稣基督若无搁我，这40天就无路用。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对世搁我，所以这40天真做上界重要的日子。亲爱兄弟，咱的人生行到这个地步，咱将着咱剩落来的日子要安怎样过？有一个查甫囡仔，含一个查某囡仔。去餐厅做伙食饭，去食饭的时阵啊，因点一尾鱼啊，了后，迄个查甫囡仔哦，就赶紧吼，甲鱼头硬来食。啊了后，迄查某囡仔讲：啊，你食吧？伊讲无，迄要互你的。伊讲无，你敢若食迄条头是要安怎咧？迄个查甫囡仔就讲：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吃头吗？因为我要把余生留给你呀。安尼有够共怪无？恁是咧笑啥啦？好哦，人我讲甲足正经啊！你安尼一直咧笑，毋知咧笑啥？所以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有甲咱的余生留给什么？余生很贵，不要浪费。所以咱的余生到底用伫倒位？耶稣基督伊知影，伊这40天内底爱甲即群的门徒，互因受训练起来。伫这40天当中，这是伊伫地面上的日子。然后伊爱倒转去上帝遐，回复上帝讲：主啊，你所做的，我已经安怎听因到底，甲因教会晓啊。所以我倒转来。伊转去恢复使命，伊完成使命，伊伫使命上得到荣光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这个时阵，就是咱爱认真的时阵。非洲有一句话讲：种一丛树仔上好的时间是10年前，第二个好机会是啥？就是今啊。10年前、20年前吼，随在你讲，但是重点是啥？就是现在。咱即马都爱赶紧做。你有啥物人还未去甲看？你要甲伊关心？你有啥物代志还未去完成？一直想要去完成的，赶紧去做。毋通听到无机会的时阵，才讲啊，要知人生无要知啊，人生无后悔的药啊，无。另外一句话讲，你现此时的行动是通往未来唯一的桥梁。未来伫遮，即马。但是你爱行动来起这座桥，若无永远安怎下袂过。所以将咱的日子放伫这样代志，个别世界既然是必然，剩落来年日就爱安怎样用伫上重要的代志顶面。你所看到遐上重要的代志，就表明了你的信用是啥物货。我们所做的事情。就表达了我们信仰的内容，所以，咱的余生剩落来的日子，咱到底要甲伊放伫倒位？第二，圣经伫这个所在，路加继续甲提亚非罗大人讲，耶稣甲因做伙自己的时阵，反问讲，毋通离开耶路撒冷，爱伫耶路撒冷听候天父所应允的，就是你捌听过我所讲的。约翰用水甲恁施洗，但无几日，恁要受圣灵的洗。因自即个时阵问耶稣讲：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伫这个时阵吗？耶稣对因讲：批评着家己的官兵所定定的时候日期，毋是恁知影。
但圣灵降临伫恁的身上，就要得到能力，并且伫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甲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圣经伫这个所在，对着咱有真大的提醒。耶稣基督受洗进前，毋捌行过新约，因为圣灵还无降临伫伊的身上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你若听到讲耶稣基督伫还未受洗进前行过任何新约，我甲你讲，迄拢是白贼的。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世间的时阵，伊必须要是一个100%的人。伊若是有才调靠着人做这个代志的时阵，安尼就表明伊的心上迄个圣灵的灵性，还搁伫伊的心上。但是伫这当中呢，伊一直到去约旦河受洗了，对水念起来，圣灵亲像粉照降临伫伊的身上，讲这是我所听的囝。对迄个时阵，耶稣基督开始接受新性，就是伊开始互伊的新性佮显现出来。若无进前的时阵，伊的新性是安怎样缩伫内底？所以，当耶稣基督伫这个时阵，圣经伫遮尔讲伊伫迄个时阵对四个啊，伊就甲因吩咐讲：恁毋通离开耶路撒冷。人若肯甲上帝同工，就爱倚靠甲圣灵三甲同齐做伙代志。咱斟酌看这个代志，耶稣跟就是讲：你伫这个所在就啊，毋通离开耶路撒冷，毋通离开耶路撒冷。但无偌济日，恁就要受圣灵的洗。请斟酌注意，耶路撒冷这个圣城。耶路撒冷这个圣城是安怎样的一个圣城？这个圣城内底讲，耶和华上帝讲：我捌指着这个圣殿，安尼讲，我的名要永远伫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毋是一个好名声的城市。以赛亚讲，早前忠信的城市，今仔日充满了阿扎误会拉散。所以耶路撒冷其实是应该爱弃绝的，亲像索多玛甲蛾摩列。圣经讲，若毋是耶和华上帝甲咱尊留淡薄一寡种族，咱早就亲像索多玛甲蛾摩列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选民应该伫上帝的城内底来领受使命，来听候上帝的规则，听候圣灵随着家己的意思来差遣，来录音往列国去。耶稣基督甲因讲：恁爱伫耶路撒冷听候这个代志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耶路撒冷曾经马太福音23章23节安尼讲，安怎样讲？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，你时常杀害先知，又搁用石头钉死遐差遣到你遮尔来的人。我几落摆愿意甲恁压掉咧，亲像家母咧压家仔囝共款，但是恁安怎样？毋肯。亲爱兄弟，耶路撒冷是安尼一个城市。伫旧约，上帝心肝艰苦，因为迄个所在有奉伊的名所建立的圣殿，迄个所在有彰显过上帝极大的荣光。世界的列国来到耶路撒冷，要认捌所罗门所敬拜的上帝。这是耶和华上帝的行城应该有的气氛，应该有的款式，应该有的荣耀。但是耶路撒冷到落尾变歹去了。先知以赛亚几落摆艰苦心伫迄个所在，耶路撒冷发出邀请，但是一届两届，到伫落尾，因杀害真济先知。你也过去，伫即款的日子内底，耶和华上帝亲自讲：恁着悔改，恁着悔改，恁着悔改，但是一直拢无悔改。终其尾，伫主前586年，巴比伦帝国来，将到耶路撒冷完全毁灭。对于时阵，以色列百姓
伫世界各地漂流，但是上帝无放杀耶路撒冷。上帝伫迄个所在，亲自安尼甲伊讲：，这个殿是为我的名所起，我的名就会永远伫耶路撒冷。所以，上帝的选民伫上帝的境城领受使命。来讲，天国的王子耶稣已经来过耶路撒冷。伫伊看做美好的时刻，照上帝安排，为着咱的罪孽钉死伫十字架顶，并且第三日对死搁活，照上帝所讲的，并且愿显现，经过40暝日，坚固阮的信心，建立阮的感情，加添阮的气力，甲阮讲。伊是通信的，伊要实现应允甲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万国拢要因为你来得到福气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得到，咱得到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对死搁活这样代志，咱才得到的。所以福音传到咱。所以，咱会通因信耶稣基督领受上帝甲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咱成做上帝的囝儿。咱对亚伯拉罕得到福气，这就是安怎？咱爱听惜以色列，为以色列祈祷。咱今仔日继续伫这个世界来宣告。顶礼拜的时阵，中国大陆福建漳州的北门堂打电话来讲，下门有一间教会，因现主时虽然政府禁止囡仔青少年袂当入教会，但是因知影因的心内底真迫切，要甲福音传承，互因的囝儿孙。所以因就打电话来问讲，牧师要安怎做？因也邀请咱教会是毋是会当今年去组一团去帮助因？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有互咱的教会有这份的宣告、传扬、见证主的名的恩膏甲权柄，咱往列国去。亲像古早的时阵，海格牧师对着咱的教会所发的一个预言：上帝讲，我为你拍开你教会的门，互恁往着世界真济所在去，带着基督福音的使命，去到真济所在，将主的福音也整治伫迄个所在。上帝要用咱成做一间传福音、宣告的教会。咱感谢主，咱亲爱兄弟姊妹，特别咱的乡亲兄弟，分组排列成队，到伫遮尔严重的日子，有缘伫咱的社区探访、关怀、分享见证、报传福音，互人来领受。所以教会存在。是去，毋是坐伫遮。咱感谢主，有真济兄弟姊妹已经去，是出门，把福音带到社区，带到学校，带到公司，带到列国列邦去。因为咱领受上帝选民所领受上帝国的使命。耶稣基督甲因讲：，恁所求的百姓伫迄个所在，因所求的一项物件是上帝，你来复兴阮的国。耶稣基督甲伊讲，毋是复兴以色列这个国，
真正以色列国是要互人得到祝福的，不但是干那伫身体得到祝福，也是伫灵魂活命内底得到迄个咱肉体目睭看袂到灵性永远的祝福的。所以耶稣讲这话，了因也咧看的时阵，耶稣就受接上天，有一粒云彩甲伊接去，就无搁再看到伊了。当耶稣基督受云彩接去的时阵，因定着目睭看天的时阵，忽然间有两个人，有两个天使，有两个人身穿白衫来到伫当中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圣经伫这个讲所在的时阵讲，人子要受害，要交伫人的手中。第三日，伊会对死搁活。门徒却无明白这话，总是因也毋敢问，因为因伫当中无明白耶稣基督的意思。因想讲，耶稣基督上帝的囝，毋是应该拢未死吗？但是耶稣基督伫迄个所在甲因讲，伊的确会死。耶稣基督来到世间，为咱定十字架，但是伊会对死搁活。但是圣经讲啥？因无明白，但是安怎搁毋敢问。伫今仔日，咱的活命内底，也是毋是安尼？什么或者搁活甲再临两项代志是共款的呢？咱必须要用信心来接受。学生伫迄个时阵，因就是期待耶稣基督永远未死。所以当耶稣基督甲伊讲，伊会互人交伫人的手内底，但遐个人要杀害伊，总是受杀害以后第三日会对死搁活。但是因未明白，因会了解的是，伊会互交伫手内底，伊会受杀害。但是受杀害以后第三日要搁活，因无明白这话，但是安怎，佫毋敢问。亲爱兄弟，咱的信仰定定就是处在即款的环境，无明白，但是佫无去求问，安尼就对着咱的灵性，对着咱的信仰会有真大的损失。伫无明白的所在，咱去问，咱甲问互伊清楚，行入去，咱的祝福就会因为安尼生团出来。基督为咱来死，但是死亡毋是结束，死后对死搁活，迄40天介重要。讲说上帝国的代志，毋是讲信耶稣会得到偌济财富，毋是讲信耶稣会得到几间厝，毋是讲信耶稣会娶到水某，嫁到好翁，毋是讲信耶稣后摆就会考到好学校，毋是讲信耶稣咱就后盖做总经理，拢总毋是讲这。圣经讲，对死搁活的活命，今仔日咱得到拯救的活命是要怎样呢？圣经讲，第啥呢？去点伫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甲撒玛利亚，直到地的极处，为我做见证。这个做见证的意思，毋是干那讲，甲耶稣对死搁活的代志讲互人听，毋是。做见证的意思。做见证，见证这两字原来意思或者顺道者，就是我为耶稣基督来死，我也是愿意的，因为伊对死搁活上天，伊应允我，甲伊同款，也会当对死搁活上天，甲伊同齐坐息。甲伊同齐做伙坐伫12个宝座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。咱若是甲主同死，咱也会甲伊同齐活，同齐做王，管理列国列邦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是甲门徒相信耶稣基督必须要受死。但是死后伊会搁活，但是因
未明白，唔敢相信，唔敢把家己的生命投入去伫耶稣基督的内底。所以信仰就定定停留伫我的利益的顶面。所以信仰就定定伫遐彼此相争，争看啥物人要做较大。你来看迄两个，约翰跟雅各迄对兄弟啊，同齐对耶稣，两个人同齐伫遐争较大，佮叫耶稣因阿姨来甲耶稣讲。你的国降临的时阵，这里坐正边，这里坐倒边。了吼，因遐村内迄10个人吼，听到圣经讲吼，其村内的门徒安怎，就足受气。这两个兄弟啊，你受气安怎？凭啥物是恁两个？因安怎？因若无孝顺迄两个位，敢会受气？袂嘛，啊，就是安怎？有孝顺迄两个位嘛，所以就安怎会受气嘛？啊，你讲彼得安怎？彼得吼，伊迄个隐形掌控者，伊安怎？当代志拢无安怎讲，但是安怎？伊拢正头讲话，做啥物代志的时阵吼，就拢正头讲。主啊，就是吼，安尼吼，逐个人拢离开你啊！伊讲，逐个人拢离开你哦。但是安怎？主，你放心，我袂，我绝对袂。结果呢，主耶稣讲啦，加叫2届，你3摆无认我。安尼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耶稣基督甲咱讲的是上帝国的荣光。咱信耶稣真济时阵，就是敢若为着要得到地面上的这个意思，的这物件。但是主甲咱讲，上帝为咱所有备的，比咱家己所意爱孝念的，抑搁较济，搁较伟大。圣经讲安怎样？主上帝为咱所有备的是咱的。目睭毋捌看过，耳孔毋捌听过，甚至啥，咱的心内头想袂到的迄个物件，到底是啥？我嘛毋知。但是，就是因为我相信耶稣所讲的一定是实在的话，所以我就安尼相信。好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你斟酌注意，这就是咱必须要啥？凭着信心来生活，相信耶稣基督所讲的迄个愿望是啥？是真的。好，安尼，所以保罗劝勉兄弟姊妹讲：亲爱兄弟，咱得爱持守活命的圣洁，互咱的活命会当敬畏上帝，除去一切误会，会当真做圣。当咱真做一个圣洁的器具，上帝的恩膏就会降临在咱的身上。咱对人生的愿望，咱就会知影，有一日咱嘛会离开世间，了后咱安怎？听候割活，这个割活毋是灰魂哦，这个割活是咱甲主上帝三甲做伙徛起到啥？永永远远，无搁再死。所以，亲爱兄弟，等候基督的降临。天使甲咱讲一项代志，讲恁啥事敢若看天，敢若看到恁要爱的。敢若看到耶稣的德性，总是恁都爱斟酌基督的德性是用着头壳顶的冠冕、手顶的火顶啊所得到的荣耀。所以毋免惊生活的苦难，乃是勇敢向前。安尼，咱一定会得到上帝所应允迄个美好。因看伊，伊上天，伊甲伊讲：你啥事看天？毋是干那伫迄个所在听候天顶的想事，乃是斟酌今仔日，伊今仔日得胜起哩，但是爱会起哩，伊会阁来哦。信仰毋是干那看伊上天去哩，信仰是看耶稣基督，伊将一切所有分享互人。我毋敢讲咱将一切所有拢分享互人，但是迄一定是咱的目标。总是咱会当安怎样啊？分享咱现处是有诶互人。我真感谢上帝，咱有真侪兄弟伫今仔日三甲做伙开车。上帝袂问咱的车有偌大台，但是上帝甲咱讲：亲爱的，我真感谢你，用你的车载遐无车的人，因为你开车，所以呢，其他的人会当较舒适。因为你开车，所以遐目睭较疏的人，伊有法度甲你三甲做伙，得享这个福气。所以真感谢这兄弟
三甲做伙开车。上帝的欢喜的意爱，咱分享者的。圣经对头到落尾，耶稣基督家己讲，咱同齐做伙来读一遍，请。既然伫这个淫乱罪恶的世代，甲我的道当作通见效的，人子伫被荣耀内面，甲正天使降临的时阵，也要甲迄个人当作通见效的。通见效的是啥？通见效毋是我感觉歹势，是讲我做这样代志，我无需要安尼做。但是耶稣基督是一个怎样欢喜分享的？伫迄个时代内底，真侪人已经即马渐渐愈来愈失去疼心啊。但是耶稣基督讲分享出去，愿意担当人的软弱甲过犯。加陪伴人行一里路，安慰艰苦忧伤的人，接纳人甲咱无共款。咱若安尼做，就是甲耶稣基督的真理当作咱的活命。咱若无安尼做，就是将着基督的真理当作通见效的。所以，亲爱兄弟，用咱对上帝所领受的恩典，伫咱春乐的日子，做上帝爱咱所做的，也未分享的疼心，也未去看的人，也未做的代志，赶紧把握时间去做。你对着倒一个人有福音的期待，你疼惜伊，希望伊得到救。赶紧去看伊，为伊祈祷，来祝福伊。较无甲圣灵同工，听候圣灵领受圣灵的能力甲恩赐。毋好想干那靠家己做，靠家己做真有限，会亲像迄只动龙春手两只手来挡迄个车链，挡袂掉。但是圣灵的能力伫你的身上，伫我的身上。咱就会有能力赢过人的奸巧，咱就会有能力辨别人的诡诈，咱就会有能力甲人对着撒旦的权势带入来，伫基督的救恩内底。只有圣灵感动人的心，人才有法度称耶稣基督是救主。总是圣灵欢喜，透过咱甲伊同工。所以，毋是咱做，是圣灵引带咱来做。将基落尾，当基督搁降临迄一日，咱会通欢喜来交涉。咱会通甲主讲：主啊，你看，你交代我5000，你交代我2000，我嘛趁了2000，我嘛趁了5000。你就会听到主对你讲：你这忠心搁良善的奴仆，伫无偌济的代志，忠心。通入来享受你主人的荣耀，咱三甲阿头来祈祷。亲爱的兄弟，请你为你家己来祈祷。如果牧师若会当甲你邀请、甲你拜托，就请你设定一个目标，为着这个人的得救，为伊祈祷、提名来祈祷，并且。恳求上帝赏赐，予你智慧，予你有时间，通知影伫什么时阵去按着迄个人分享基督的救恩，也要带着圣灵的能力甲恩膏，引带迄个人来认捌主、归向主。咱开声同齐来祈祷，请。主，阮的上帝，阮伫这所在来仰望你的听堂，主你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，勇敢开声伫主你的面前。主啊，你赏赐互阮是勇敢、仁爱、谨守的心。主你应允阮大声开喙，你就要大大互阮得到你的充满。阮当伫即时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来宣告：主啊，世间将家己交托你的手中，为着主你所赐互阮的。互阮同齐伫主你的内面，甲你同工，为着大小姐伫主你的面前祈祷，
赐平安的上帝，你互阮有即款的信心，互阮有即款的能力，互阮领受圣灵的恩膏。毋是阮家己去做啥物，是上帝你伫阮当中，你有应允阮，主耶稣所应允阮的，阮伫圣殿内底听候，伫基督的真理内底听候，听候圣灵来膏抹阮。主啊，阮伫这所在，乃是伫这所在备办家己，互家己诚侪圣洁。互家己会通伫主你的内面有圣洁的活命来服侍，递到上帝你圣灵的恩膏，徛起伫阮即个圣洁的器具内底。阮因着基督已经成圣，总是主，阮也欢喜愿意自洁，清去阮的心肝甲阮的手，互阮会通伫主你的内面手洁心清，诚侪圣洁的器具，互上帝你的灵带伫阮当中。我们诚做一个属灵、属上帝你的人，安尼阮就会通伫这一切的事上，甲主你三甲同工。愿平安伫阮当中，愿你亲自录用每一位兄弟姊妹，互阮诚做一个传福音的教会，高举基督的教会，看到基督上天，并且也伫信心当中听候基督的再临，对着阮的赏赐，对着阮的称赞，互阮伫主你的面前会当徛在，所以就互阮伫这个春乐的年日，殷勤做主你的工，同心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毋知新来兄这无，是无咱即时三甲做用感恩的心，同齐来奉献，感谢主，因为伊有讲袂尽的恩赐。咱唱这首的诗歌，咱的心伫主的面前，愿意奉献咱家己，互主所录用。咱三甲做伙起立来吟唱。我心内感谢主耶稣人民的听他。伊听我赦免我所有属的伊，哦上帝，我奉献一切我所有，我生命甲灵魂，我的心甲嘴唇，我在灵里相思，你用我到一生。要学了主无听，来互主做采用。主上帝，请听我小小的困求，我立志献家己。我虽然无高雅，我用我的生命来做你的器具，主接受我奉献。我心内感谢主耶稣人民的听他，伊听我赦免我所有属的伊，哦上帝，我奉献一切我所有，我生命甲灵魂，我的心甲嘴唇，我在灵里相思，你用我到一生，要学了主无听，来互主做采用。主上帝，请我小小的困求，我立志献家己。我虽然无高雅，用我卑微生命来做你的器具，主接受我奉献。天父上帝，阮所有一切，拢是对你所领受。阮用敬虔甲感恩奉献伫主你的面前。主啊，帮助阮，互阮更较听从你，
就亲像你无留落一样好处，无赏赐互阮共款。主帮助阮，互阮用正确的眼光看待这世界所有的一切，也互阮用信心的眼光来奉献主你所赏赐互阮的一切。因为阮安尼奉献，乃是理所当然。你讲若有人敬畏你、疼惜你，这个人是你所喜爱的，要得到天父上帝的显现，也要得到上帝你所祝福一切的美善。所以加添阮心神快乐，互阮照你的旨意，路用你所赏赐互阮的一切。并愿主天父上帝你赐恩伫每一位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互每一位亲爱的兄弟姊妹身体健康，灵魂勇健，手中所经营的得到上帝恩赐，并伫一切的事上成就上帝公义之爱，并且倚靠圣灵的快乐，甲圣灵同工，同齐将着人对着罪恶的捆绑当中，带入来基督的救恩、喜乐、平安、甲丰盛的内面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请坐，咱今日第一堂礼拜就到这，过一段落。上帝赐福，大家平安。